人工智能發展日新月異，同時亦都衝擊香港各行各業。據彭博報道，匯控行政總裁艾喬治計劃壓住 AI 人工智能，並且縮減中後台嘅部門。雖然目前評估仍然處於早期階段，但報道就指出，受最大影響嘅職位預料包括全球服務中心唔面向客戶嘅嗰類員工。最終受影響嘅職位大約2萬個，佔匯控員工總數大約10%。艾喬治自2024年上任以嚟，已經裁減咗幾千個職位，同時出售咗部分業務，並且合併或者關閉其他業務。截至2025年年底，匯控擁有大約21萬名員工。佢喺舊年12月接受訪問嘅時候強調，喺精簡業務嘅過程中，所有員工都應該接觸同使用 AI。